咁其實我哋為咗去做好我哋呢件事咧，我哋用咗好多心機，但係咧用咗心機之後咧，都係希望每個家庭得到好嘅保障，同埋希望佢哋以後有好嘅人生。Alan 咧，我覺得大家好多地方要同埋 Alan 身上學習嘅。佢係非常勤力，樣樣都做，所以咧並唔知係攞晒全牌，係全牌嘅嘢咧全部都做，同埋要做到最好。咁喺處咧，我係要代表公司啊，好多謝阿 Alan 咧咁多年以嚟對公司嘅貢獻，同埋栽培咗咁多嘅人才。咁啊，今晚咧好多嘅得獎者，咁啊你亦都係咧，因為 Alan 咧係一手咧栽培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咧係更多向 Alan 學習。咁啊，恭喜大家！我認識嘅 Alan 咧，唔單止係勤力，佢仲係好 persistent 嘅，佢好堅持嘅，佢好想做到嗰件事咧，佢都會好堅持去完成佢。咁由於佢嘅堅持咧，令到佢喺過去43年喺保險同埋 AIA 呢一個日子裏面咧，係帶領住製造咗同埋誕生咗23個區域，講緊超過1600幾位嘅同事，俾啲掌聲 Alan。首先第一件事咧，我要多謝 Alan 喺過去15年對我嘅支持、對我鼓勵、對我鞭策。我哋藍十字咧喺2024年咧，啱啱係 IA 公佈嘅數字咧，我哋藍十字咧係上升咗20幾個%嘅 GDP， 而個市場咧係上升咗6.3%嘅。就係因為呢啲嘅上升，呢啲增長係我哋嘅動力，令到藍十字喺2024有咁好嘅成績。我在 Alan 身上學到了很多的東西，那我也希望可以在接下來的很多年的時間裡，我們可以一起把 The Power of We，圍繞着 Alan 的身邊，各種各樣的好朋友，各種各樣的同事，我們可以招到更多的人，我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，我們可以做更多的善事。喺度要代表公司多謝我哋每一位嘉賓，多謝每一位得獎嘅者，令到我哋 AI 永遠都係咁美麗動人。多謝晒大家。AI 再次係獲得9個 number one， 有你嘅支持，我哋永遠都係唔單止 number one， 係做到 beyond number one。俾掌聲自己。其實咧，我哋要多謝就係幕後一班嘅同事。因為好多時佢哋 underwriting 啊、claims 啊、US 等等咁多 service 咧要做嘅時候咧，佢哋即係責無旁貸咁，成日都幫我哋。就算咧即係禮拜六、禮拜日咧，都有開加班嚟幫我哋。咁喺呢度咧，咁我哋要多謝佢哋每一位。Cheers！我覺得我這一生最榮幸的就是能夠認識連延輝先生，因為他的為人是那麼的厚道，對人那麼樣的關照、熱情去照顧所有的朋友。我覺得作為Alan 嘅朋友 ，as 佢嘅 family， 我哋係好幸運地認識你，真嘅，多謝你，多謝輝哥。你每一次打破自己紀錄咧，係咩感受嘅咧？我覺得好平常嘅，係啊，因為點解咧？呢個係我工作嚟咁我都希望咧能夠繼續落去，咁啊繼續打破紀錄咯。其實我諗好多朋友唔知道嘅，其實當年咧，因為 Alan 嘅關係咧，我都讀過嘅，我都考過試嘅，係啊。都係一剔過㗎。你好叻啊！廚房係咪真係好危險嘅咧？係㗎，刀槍劍戟冚唪唥喺晒入邊，又有火咧。係咯。係咪啊？係咯。咁所以唔使驚，定啲嚟。點可以令到佢更安全一啲咧？咁買保險咪掂咯，係咪先？係。最簡單㗎啦。係啦。所以唔使驚㗎。係啦。我中意留喺廚房。係。但呢2年我接近咗阿輝咧，阿 Alan 咧，我一定會跟住你繼續學。你可以咁叻咁勤力，然後又做咁多慈善，大家俾啲掌聲嚟。按道理咧，我嘅人生軌跡其實好難同啲農村嘅孤兒係有重疊嘅。咁但係好似命運推我一步一步咧去接觸咗佢哋，
咁啊，呢30年咧唔經唔覺，好似同佢哋好似一家人咁，好似今晚呢個 AL 家族咁樣。由即係我好似去幫助佢哋咁，但係後來變成好似一家人咁親密。好恭喜各位得獎嘅朋友，亦都多謝 Alan 咧，佢成日都好掛住我哋，每次有啲咩 event 都邀請我哋嘅。咁啊，多謝晒 Alan。即係我覺得今日點解可以一呼百應咧 ，Alan 你係你似洪金寶啊！即係有呢個技巧之餘咧，你用個心啊，你對人啊。你對人好，用個心去做嘢，咁所有嘅成績今日就要喺晒度㗎啦。咁自從跑咗步之後咧，由於堅持，我乜嘢病都冇晒，糖尿病都好慢，即係買保險都係啊，一定要堅持啊。OK， 好，多謝鵬哥。我哋做演員咧，同做保險嘅從業員咧係應該一樣嘅。我哋需要係努力啦，需要堅持啦，亦都需要再次努力啦，將我哋最好嘅，即係你哋保險業咧，將最好嘅嘢俾你哋投保者。